大家好，歡迎回到高息香港呢個頻道。我哋每一條影片都係用心製作，真情分享，所以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高息香港呢個頻道。喜歡呢條片請按讚、訂閱及分享呢個頻道俾你嘅朋友，謝謝。開始今日嘅影片前，請留意本影片不是任何投資建議。大家如果想做任何投資，請自己做功課，詳細分析，確定投資產品適合自己先好進行買賣。另外，如有需要，請尋找投資專家或專業人士協助。此外，請提防投資騙案。高息香港頻道沒有任何私人股票或投資產品群組，更沒有任何所謂必賺的號碼。我哋唔會俾咩股票目標價。如果有任何人自稱係高息香港頻道的人員，向你推介任何私人投資群組，請務必小心，因為極有可能係騙子想呃大家。如有需要，大家可以致電警方防騙熱線18222查詢。2026年1月，我們遺憾地得悉極代表香港的銀行恒生銀行正式被匯豐銀行私有化。另外，香港其中一位對香港價值投資界的著名投資者 David Webb 大衛韋伯亦不幸離世，享年60歲。韋伯逝世後，香港財經界及公眾紛紛致哀。香港交易所主席唐家成在悼文中高度評價其一生貢獻，讚揚他為人正直熱忱，支持香港市場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及誠信，並相信他的精神必將在香港金融界長存不朽，繼續啟迪後人。香港證監會對其離世深感悲傷，並肯定他在收購及合併委員會服務期間的卓越表現。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會長陳志華則形容其離世是業界的巨大損失，讚揚他堅持原則，敢於直言，為市場樹立了專業典範。在香港討論區連登與各個財經群組湧現了大量的悼念留言。有網民感嘆，以前買細價股，第一件事就是上韋伯網頁查下有冇佢個名，他是香港金融界最後的良心。多謝韋伯幫散戶避開咗無數陷阱，一路好走。對於許多香港投資者而言，韋伯不僅是分析師，更是一位在迷霧中指引方向的燈塔。他證明一個人憑知識、勇氣與堅持，可讓資本主義更公平、更健全。大衛韋伯的名號很多，好多唔同嘅朋友都會俾唔同嘅花名俾佢，包括股壇長毛、股權維權投資者、大鱷黑星以及獨立股評人。對高息香港而言，大衛韋伯先生是一位價值投資者，同好多朋友一樣，都會持有優質的資產去收息。但佢同好多收息嘅朋友嘅分別就係，佢見到唔公義的地方會出聲，更唔介意把佢的看法及資訊分享俾其他小投資者。佢對香港價值投資界的貢獻，我哋頻道認為可以說是獨一無二，前未必有古人，後也未必有來者。他在去年接受訪問時曾感性表示，我的人生勝過離世時未留下任何貢獻的富翁，無論生命長短，回望過去，我能說自己為社會作出了貢獻。我希望在別人眼中會覺得我不枉此生。他曾表示希望能夠有下一位像他一樣，繼續為香港股票市場改革貢獻力量的人。但遺憾的是，高息香港相信在如今的香港，難以再有另一位大衛韋伯出現。我哋首先簡單介紹下大衛韋伯的生平。韋伯生於英國倫敦。他出生後不久被經濟學者米高韋伯領養，17歲時便迷上電腦編程並出版教學書。他將賺取的版稅用作投資股票市場，成為他最早的投資經驗。1986年，他於英國牛津大學數學系畢業，其後投身金融界，在倫敦的投資銀行任職。1991年，韋伯被派駐香港工作，原本計劃僅2年。卻因為深愛這座城市而從此定居於此。1998年，正值亞洲金融風暴，年僅32歲的韋伯便實現財務自由，決定退休，轉為全職個人投資者。同年，他以一人之力創立了非牟利網站 Website.com， 旨在向公眾免費提供香港上市公司資訊，並發表評論文章，倡議提升企業管治及市場透明度。
網站座右銘知識就是力量，正是他一生的信條。他單人匹馬，後期僅一名助理，營運逾27年，自己出錢逾千萬元，拒絕任何廣告或商業化，堅持絕對獨立與透明。這一平台成為投資者、記者、監管機構、律師乃至公眾不可或缺的工具，改變了香港金融資訊的生態。2001年起，韋伯獲委任為香港證監會收購及合併委員會委員。2003年至2008年，他擔任香港交易所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當時香港雖然已經係所謂的金融中心，但上市企業管治卻漏洞百出。公司年報延遲，業績摘要缺乏，股東大會草率，舉手表決無視一股一票，大企業把持上市規則。2003年，他透過在每家恒生指數成分股公司購入少量股份，再聯合自己、妻子及名下3家公司共5名股東，利用公司法賦予的權利，強迫上市公司改用一股一票點票。他威脅自行公布結果，並邀請傳媒以代理人身份入場。幽默地形容門票比滾石演唱會還難搶。此舉成功改變了股東大會的投票文化，提升了小股東在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影響至今。2017年5月15日，韋伯為免太多投資者誤墮陷阱，直接寫出大鱷和雞棚，在其網站發表題為《迷惘50隻不能碰的港股》的報告，揭露50家上市公司組成的迷惘。這些公司透過複雜交叉持股、優惠貸款、供股稀釋等手法，嚴重損害小股東利益，建議投資者避開。報告發表後約1個月，名單中的多隻股份股價於同年6月出現大幅下跌，部分跌幅超過90%，引發市場劇烈波動。隨後，香港證監會及廉政公署針對名單中的多家公司及相關人士展開聯合調查行動。多名涉案人士被捕及起訴，成為香港證券市場歷來最重大的執法行動之一。2018年10月，韋伯再分別2次公布26隻及3隻新迷惘股。他指出，雖然部分公司持股比例低於5%的申報門檻，但透過複雜的關聯網絡與隱性持股，仍可能暗中操控市場，對散戶構成嚴重風險。2020年，韋伯確診轉移性前列腺癌，他曾考慮將 website.com 的資料庫移交予香港大學管理，雖獲學系初步同意，但在港區國安法生效後，建議遭大學高層否決。他在網站上發表臨別感言，稱經營 website.com 為公眾利益發聲，是人生最大的喜悅，遠勝過單純靠投資戰勝市場的滿足感，並鼓勵有能力的人貢獻社會。因為你會因為自己曾經努力讓世界變得更好而感到欣慰和快樂。韋伯的投資哲學核心為價值投資，尤其擅長發掘價值被低估的中小型上市公司，並傾向在小型公司持有相對多股權，從而對公司發揮影響力。他2019年接受彭博社專訪時，表示自己身家逾13億港元，每年從港股獲利約20%。在具體操作上，他奉行一套嚴謹的策略，包括長期持有一個集中投資組合，平均持股時間長達5年，並且從不進行沽空或使用槓桿。他的選股標準極為嚴格，專注於尋找受充分監管但估值偏低的企業，並堅持親自細讀所有監管文件以作分析。為保持其獨立性，他刻意避開大型股，也拒絕管理任何外來資金。根據香港交易所的公開資料，截至其離世前，韋伯及其配偶持有22間上市公司股份，例如國際家居零售、佐丹奴國際及互泰紡織。佢會運用佢嘅專業知識，監察住自己持有的股票，例如2016年韋伯出公開信要求明輝國際當年賣樓賺咗嘅錢須向股東派息。又例如2025年時，他向持股的士繼寶及亞倫國際嘅管理層發公開信，指兩公司股價遠低於公司資產甚至公司的銀行存款，應向股東派糖至合理。除了針對個別公司的批評，韋伯也對香港的宏觀政策及市場制度提出深刻見解。他指出，香港股市過度集中，中資企業佔高達80%。港交所和政府未能有效分散上市公司來源，
甚至一些業績虧損嚴重的公司，如錢大媽不賣隔夜肉，也成功在香港上市。他又多次公開批評強制性公積金制度，直斥其管理費過高，估計蠶食了打工仔1/3的投資回報，因此呼籲取消該制度，並改革為可由個人自我管理的退休賬戶。在市場結構方面，他長期堅決反對香港引入同股不同權架構，擔心此舉會過度鞏固少數創辦人的控制權，削弱市場對管理層的問責機制，最終損害廣大投資者的權益。韋伯亦關注香港社會發展，他2019年曾公開表態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憂慮修例衝擊香港司法獨立。他亦反對港府透過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稱這會影響投資者信心。他又認為政府在疫情期間做出愚蠢決策，包括動用1/3財政儲備設立大型企業就業補助基金，以及向大眾發放消費券和2元乘車優惠，導致資源錯配，公共財政狀況大幅惡化。儘管對具體政策有所批評，韋伯對香港的長遠前景始終抱持樂觀，曾言香港永遠不會死。在2025年的告別演說中，他指香港擁3大不可替代優勢，包括完善的金融基建、人才儲備及市場開放度。他深信香港成功的基石在於其與中國內地的差異，即自由市場、法治和選擇權，並將獅子山精神詮釋為自力更生的企業家精神，不是等待政府救濟的惰性。又指獅子山精神推動了香港1990年代及其後自立自強的機會經濟之增長。他相信香港和內地將逐步變得更民主，因為計劃經濟並非經濟成長最佳方式，自由市場機制才是最優解。今次都藉呢條片同大家分享下平時我哋如何決定買邊隻股票去收息。我哋頻道平時有時間就會研究不同嘅股票是否可以用作收息。由於香港有幾千隻股票，如果係一些我哋頻道自己已經研究過嘅股票，我哋會研究佢哋最新出嘅業績或相關新聞或評論。再有需要，就會再去計佢哋嘅估值。因為篇幅有限，我哋頻道有機會再分享更多我哋點計股票嘅估值，抵唔抵買等等。如果係一些我哋本身冇研究過嘅股票，想研究是否可以買入收息，我哋會做一些簡單檢查先決定會唔會睇佢年報研究佢嘅數。首先，我哋會上韋伯建立的網頁查資料，原因係他所建立的網站系統性地收集、整理和公開本已公開但難以查詢的資訊，不僅羅列了上市公司董事的薪酬、關聯交易，甚至延伸至政府賬目和公共財政政策的相關數據。大衛韋伯曾強調，資訊不對稱是投資者最大的劣勢。雖然這些資訊在港交所可以查到，但缺乏系統性，不易根據上市公司編號或名稱進行更新查詢。另外，港交所的中央結算系統每天只能顯示某一上市公司股份的持倉數量，且只有最近12個月的記錄。具體而言，我哋頻道會查下間公司嘅一些資訊，例如大股東係邊個。如果該大股東試過做任何出賣小股東的財技，我哋一般就唔會再研究呢隻股票，都唔會投資落去。如果睇完大股東冇特別嘢之後，又會望下隻股票股數有冇咩大幅轉變，有冇咩合股供股等。如果有，通常我哋又係唔會再研究或投資落去。再之後我哋又會參考佢的功課，如果係韋伯先生提過的迷惘股，我哋都唔會研究及投資。再之後我哋先會開公司嘅年報去睇，又計下有關公司嘅數，最後先落結論，就係呢間公司適唔適合我哋去收息。因此，大衛韋伯用心整理了香港股票市場的資訊，為我哋呢啲小投資者做功課時提供了極大的幫助。我哋會喺今條影片資訊欄放出大衛韋伯的網站連結，有需要查資料的朋友可以上去望望。另外，大衛韋伯嘅網站已關閉，而佢之前已公開晒源代碼，容許公眾繼承網站。有間公司決定將網站內容繼續落去，講明唔會圖利。據知大衛韋伯本尊亦都知悉了。我哋會喺今條影片資訊欄放埋有關的網站連結。
最後再次感謝大衛韋伯為香港人所做的事，你以一人之力挑戰了制度的惰性與大鱷的貪婪。感謝你為香港散戶守護過的每一個夜晚，你的離去是香港價值投資者的重大損失。高息香港希望你可以安息。高息香港相信大衛韋伯對香港自由市場的守護精神，仍將在香港資本市場上延續。而我哋作為價值投資者會繼續參考你的投資心得，避免成為大鱷的點心。大衛韋伯離開了，但他的數據庫、他的分析、他的精神，將繼續照住香港資本市場，不欺暗室。